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碧纯，欢迎收看《精准养生重塑人生》节目。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这句话呢，相信大多数的人都会非常的认同，因为大家都知道健康很重要，但是如何维持健康，可就没有那么容易咯。除了每天的饮食、运动，还有生活作息，我们都要好好去经营、好好去照顾以外，其实呢，用对方法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呢，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陆续邀请到各领域的学者、专家还有权威，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如何运用信息能科技养生，重塑健康美丽的人生。好，今天呢，我们节目第一集为大家邀请到2位博士。首先，我们来欢迎宏威科技集团的创办人谢晋兴博士。各位观众，大家好。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这位博士呢，也是宏威科技集团，他是科技研发总监陈明坤博士。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好。的节目呢，其实就是以精准养生、重塑人生呢作为我们的主轴。那我们希望带给大家很多健康方面的讯息。所以一开始呢，我们看到2位博士，其实他们都非常的注重养生，而且呢，看起来身体都非常的健康。所以呢，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听听看，他们对健康抱持着什么样的定义，然后自己又是怎么样让自己维持健康的呢？来，我们先请谢博士。大家好。我想自古以来，大家都知道健康很重要，但是预防重于治疗，对，大家都朗朗上口，但是真的有在落实的，我想寥寥无几啦。对呀。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很多人都存着侥幸的心态，我袂遐歹运啦，我会得安怎得安怎得安怎。对。有一天得的时阵，那像我朋友讲的，为什么会是我？那我从他以前的生活饮食，我就问他为什么不会是你？所以呢，一切都是为了健康。我想这一句标语提供大家来参考。对，健康是自己的大事，永远要记住是自己。忙身体不好的时候，怪东怪西，怪好遐怪饭咧，怪什么新妇啦、后生啦，爸爸妈妈无甲咱顾好。对。但是呢，我从事养生保健。30多年，好好算可能快40年了那我这过程呢，我经历过很多不同的商品，也用过不同的方法。我在疫情的时候，我终于体会到，养生保健是厨房开始。我们人真的要健康，是要从饮食中创造健康。是。所有其他的方法都是辅助的。我们3餐饮食才是决定我们一个人健不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这是我个人的一个长期以来在养生保健这个领域一个很大的我自己的一个体会。提供大家各位好朋友有缘的做一个参考。谢谢。所以谢董可以维持这么健康，他有讲到一个重点，从饮食啊其实饮食这方面我自己也觉得我有所体会，因为像有时候如果说我吃的食物比较比如说生菜沙拉或者是一些比较清淡、比较健康的东西，我的皮肤状况就会比较好。是。那如果我吃一些油炸的啦就是一些什么洋芋片或者是说什么盐酥鸡之类的，很快我的皮肤状况就会感觉皮肤变干燥，然后有时候还会长痘痘，所以这就很明显，直接从饮食反映出来的那当然就是说长期下来可能会对我们的自己身体健康也会有影响所以这个是我跟谢董是有一样的感受。好，那我们也听听看就是陈博士，那您个人对于这个健康，你的定义是什么？你怎么养生？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健康有3个很最基本的定义，就是吃得下、睡得着、拉得出来。但是现在很多人是这3个都偏离了主轴，吃下去的是不健康的，对，
当然你会看到的就是，睡觉变不好，睡觉变不好就百病丛生嘛。所以身体最主要的一个免疫力的来源是，其实不用去吃太多的什么药，其实只要睡得好，你免疫就会提升。所以你只要记住这3件事情，不管 anyway， 不管你的吃下去的，你的生活的过程，包括你生活的氛围，你只要看到做任何活动，包括你选择健康食品，你只要往这3个方面都变好的方式走，那表示这是对你是有效的。是所以身体这3个就是最自然的事情，所以不健康就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概念，就是你违背自然。你只要顺应自然，很自然的这3件事情，你就可以做得很好。是哇，所以陈博士这一套说法，其实我也非常的认同。真的，如果自己有去体会到了然后可能就会觉得说，这些真的是蛮好的养生方法。那刚谢董你讲到说，我们就是从饮食方面给你很大的启发，说，我们如果吃得好的话，其实是养生保健很重要的。那我们要怎么吃啊？我这里又拿一个手板是这句话我是提供一个建议啦。你每天要吃东西的时候，把这句话重新 renew 默念一下。对。它很简单，它多吃细胞需要的食物，少吃嘴巴想要的食物。我们人需要跟想要是不一样的。对。那随着现在文明的进展，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跟以前是不一样的。尤其在生活形态，吃的食物，早期老一辈的是粗粮杂粮，现在又是精致食物。第二个呢，我们现在的工作呢，大概坐办公室的多，每天工作要流汗的这种人口很少。所以说造成呢，我们现在咱台湾人那见面的大部分都问讲吃饭没？所以我们以前有一句话讲，人是铁，饭是钢，但是我们真的需要，从小到老，永远都要吃饭吗？所以我像我自己，还有我们一些同事，自从疫情我们听到专家的演讲一个体会之后，我大概应该2年多，基本上都没得吃饭。不是讲完全没吃了，而吃一两嘴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那个饭啊，这个是一个什么碳水化合物。所以呢，前卫生署的副署长，那个宋彦仁医师讲，如果你真的要控制体重，你要控制三高，你身体要好，他建议，少吃3白食物。第一个叫白面包、白米饭、白面条。人家讲没吃饭哪会饱？我常常就这样讲。如果你今天有个喜宴，你参加喜宴，上面有白饭吗？没有呢。你有吃饱吗？吃到很饱。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对以往的迷失。这个在宋彦仁的书里面，他说这3个食物叫极毒，对现在来讲，尤其上了年纪人，它是很毒的食物。那还有什么叫更毒的？就是这3个食物经过油炸，一共上毒。那什么东西最炸了？你要知道嘛，那个白面条，炸过以后是什么？就是常常我们吃的那个泡面。泡面，对。对不对？很多那个面包，油炸的，尤其我们都知道，现在商店你炸的油是什么油？当然是合乎标准，但是它不可能用很高档的油。它不可能用含 Omega 9的油为主，它一定 Omega 6，所以现在毛病很多，大部分就是长期吃错油 ，Omega 6造成我们体内慢性发炎。那人一发炎的话，我们没有直觉，但是慢慢累积，到有一个极致，发炎的极致叫癌症。那因为想吃嘛，像我以前饮食习惯，我也是很喜欢吃油炸的。尤其那个油条对我来讲是天敌，不吃很难过的。但是我可以现在控制到1年吃不到2-3次。那每次我喜欢吃面包，每次经过那些面包，以前是必买不可，现在我内心挣扎，
头一甩就开过了，就不买。哇，那有很大的毅力耶。这个你就是要去有这个，要去控制它。所以我在真正体会之前，我的体重是82公斤。那疫情之下，就比较好控制嘛，所以我最低也没有，我3餐都照吃，吃得很饱。因为吃什么？吃那个 DGI、DFII 的那个食物，它不会启动胰岛素的。是。所以我曾经体重，曾经量到回到66.6公斤。哇！但是疫情解封，因为我们有一些市场要跑，而且是常跑国外，是。那吃的就没有那么的严谨。所以我现在又回到73公斤。但还是很标准。所以基本上呢，那我一样3餐照吃。为什么？因为早餐，我们用168来控制体重。那所谓168没有那么严谨，不是叫你饿肚子，就是你那一餐呢，那16个小时里面，你不要去吃可以启动胰岛素的食物。那什么？就是淀粉类、碳水化合物，还有糖类，这些为主。那其他呢，很多东西可以吃。这是我的建议。所以呢，一个人真的要把自己健康照顾好，要记住，它是一辈子的工程。它不是3两天头烧烧，就半途而废。所以我个人在养生保健这一条道路上，我看了太多见证。养生保健最大的挑战不是你有没有钱，不是你有没有时间，它最大的挑战是你有没有毅力。但是毅力是一个很重要的挑战。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用生活化，每天你的养生保健跟你的生活结合，那我想你就比较有持续力，达到养生保健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所以呢，养生保健我个人认为它怎么生活化，就是你在走路的时候也是养生，你在坐办公室的时候也是养生，你在睡觉的时候也是养生，你在饮食上也是养生。所以为什么从厨房那时候我一个体会，既然油很重要，所以我去了解我们所摄取的油到底 Omega3、Omega6、Omega9，饱和脂肪酸、不好饱和脂肪酸哪一个才是好的？所以我毅然决然的进口台湾最贵的油。所以我们卖的油，我不知道外面有没有比我们贵了。但是我保证，我们所提供的油，它对人的健康，在台湾的市场你找不到，你永远找不到，因为它不是只有油，它还有植入我们公司独有的信息能科技，带给能量，跟我们人体需要的那种信息，这个期待各位有机会慢慢我们每一集都可以了解，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那我们公司是以那个立足，就是我们的脚很重要，因为如果你走路的仪态是错的，你会越走越驼背，你会越走脊椎越侧弯，所以我们公司主力商品叫脚的眼镜，就是你脚要戴眼镜，从你的地基调整、踝关节调整、膝关节调整、骨盆调整你的整个骨架走路，来做一个调整。所以透过走路，联合国有介绍，全世界最好的运动就是走路。那你每天走路可以带来健康，尤其在我们陈博士的这个研发这个努力之下，我们在今年突破了一个产品的这种那个什么限制。我们透过走路，等于在走路的过程，透过中医经络还有信息药气的养生，这很大的突破，非常大的突破。还有我们每天喝什么水，我们都知道人是水做的，那尤其血液里面水，脑袋那有个笑话了，什么地方都有水了，在嘴巴的叫唾液了，叫在血管的叫血液都有水。那有一个笑话，水在脑袋叫什么了？那个小朋友叫傻瓜了，因为脑袋进水了。蛮好玩的，所以提供做参考了。是。所以我们公司呢，透过大概整应该超过1年半以上的研发的过程，我们推出了一个信息能石墨烯量子沥水壶，它是走精准的。
因为我们针对每个人的需要，目前我们已经研究有19种不同功能的利水壶的滤芯，来回馈来给每个人需要。譬如说你有三高的问题，你应该喝什么水？你有那个肝肾的问题，你应该喝什么水？你譬如说像有些人有痛风嘛，就是嘌呤过高，你要喝什么水？像你要美白、皮肤要好、睡眠不好的，你要喝什么水？它就是所谓精准养生。那现在精准呢，我个人建议就是你要前置作业要有一个检测。那检测当然方法很多啦，你到医院检测，像我们公司现在配合的就有是 DNA 的检测，还有那个量子仪器的检测。那最近我们会引进一个我们经络，我们传统中医的这个经络，我们12经络你通不通的一个检测。那你检测完以后，你才知道，我缺什么，我的哪一条经络堵塞，我应该怎么来处理？我缺什么营养？比如说我缺钙啊，我缺蛋白质缺什么？应该怎么来养生？那这样的话就会走向精准养生，这样我们的人生呢，在这样对的养生之道，在长期生活化的养生之下，我们就有毅力，就免于我们应该。所以有一句话是这样的，我们尽量避免年长以后走长照的路，那因为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所以呢，有机会今天在这里，跟各位做一个简易的说明，谢谢。哇，其实谢董他每天都非常的忙，但是我们每次看到他都充满着朝气活力，然后很有精神。他就算再忙，然后就是让人家看起来就是容光焕发，真的是感觉就是很健康。我谢谢政府了，我做半票很久了。哇，其实真的看不出来。所以其实呢，有好的一个养生的方法，可以让自己健康，然后看起来也相当的年轻。那刚谢董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在后续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陆续跟观众朋友做详细的介绍。好，那刚谢董有讲到一个啦，就是说我们除了说自己要有毅力自己去做控制以外，那其实你找对好的产品，然后可能做好的分析，就是精准的去养生，这一点非常重要。那我们知道宏威科技集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叫做信息能。刚刚谢董有讲到，所以信息能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先来请问一下就是我们的博士啦，博士，这信息能好像就是您开发出来的，是不是？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信息能是什么？我先解释一下讯息能这个东西。讯息能这个东西基本上包含有三个很重要的 element， 就是要元素基本上物质，也就是我们眼睛看得到的这一些东西，它包含了有空间，有质量，不是重量，是质量。再过来就是能量，能量绝大部分我们眼睛是看不到的，但是我们是可以感受得到。譬如说热，它就是一种能量，但是它没有空间，没有质量。再过来就是讯息，物质里面基本上所有任何的物质里面都有这些东西。物质你把它切到最后，其实它就是一个原子嘛。原子你可以看到的是，原子里面有原子核。原子核有重量，但是它外围的电子在跑，它是非常小的。但是讯息很有趣的是，它刚好是这个外围的一个电子在运行的一个方式，它代表了一些节奏。所以能量一个物质里面它本身有能量讯息是什么东西呢？它就是去操控这个物质跟这个能量之间的一些运作的一些状态。比如说我们八大行星现在没有9大了，八大行星里面你会看到，如果只有地球，你会看到的是所有东西到了地球走。但是你如果离开自己站的这个相对的位置，你去看这9大行星，你会看到的是所有东西是到了太阳在走了。所以你会看到为什么在这个生活氛围里面，我们定义的农历里面有24节气。不同的节气你会看到的是，日出日落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天气冷热的方式是不一样。其实这个
这个节气代表的就是一种讯息，就是这个氛围里面形成了一个自然的一个现象。所以你会看到哦，从这个大的宇宙来看，我们人里面有心脏，心脏代表的是一个像太阳的东西，所以它是能量的来源，哦，就是身体里面活动的这个能量的来源。所以你会看到这个身体在运作里面，其实是有某一些的节奏，它是跟你这个外在的氛围是一直相互在影响的，而不是只有你自己。所以你可能遇到一个快乐的人，你会感受到他快乐的氛围；你遇到一个悲伤的人，你也会感受到一个悲伤的氛围。对，所以你会看到，其实这些过程里面，在物理的现象里面看到了，用简单的一个方式去解释是共振，但实际上共振只是一个很基本的物理现象。讯息代表这共振里面的前后之间的关系，就像日出日落的那种关系所以讯息这个东西其实不能讲发明，因为它本来就是存在在我们生活氛围里面。发现其实是我们去发现，所以我们公司里面最核心的东西应该是这么样子讲，就讯息能的技术或者是科技。其实我们用一个很客观的方式，就是产生一些频率，产生一些节奏，让这个讯息植入到一个载体。所谓载体里面可以水，或者是你生活氛围里面看到的物质，让这个物质里面记住一些你想要得到的一些节奏。譬如说，任督二脉要打通，以前可能很困难，现在其实你只要植入所谓任跟督的一个特征频率，它就有机会让你的身体的气血变好，就可以。哇，古代这个要练功，还要打通，还要5公奇才行呢。那现在都做得到了。那是以前，但是现在来讲，其实是有一些特征频率就可以把这些打开。这个就是宏维里面讯息能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用目前用比较科技的方式去把它完成，而且做出来每一个产品的特征是接近的。我为什么用接近呢？因为不太可能每个都一样，因为物质你看到的是一样的，但实际上里面有很多微量的东西是不一样，所以它会是用科技的方式去把它做成那个讯息是载在那个物品里面。这个其实是宏维里面最不一样的东西讯息是核心的技术，自然的我一直强调那是一个自然的东西，所以因为人体它不自然，所以它会生病。所以我们去看身体需要些什么东西，我们把那个自然的东西让它暂存在身体，暂存如果你是永远存在的时候，其实它反而会造成身体的失衡，让它不自然嘛。所以我前面讲到健康就是那三件要素是人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嘛，但是越自然的事情人越容易忽略所以讯息就我们把它植在你生活的氛围里面，其实那就是一个最高的表现就是把它做到最自然的方式。对，哇，所以这个开发这个信息能就是其实也是我们宏维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而且这个开发好像也是独家，对不对，谢董？我们自己认为应该是独家啦，但是因为市场上有没有我们也不清楚，我们也不会去管这么大啦。那事实上信息这种东西，实际上它是一个知难行易你要懂它很难，但是我们生活当中几乎每天都要接触像我们很多人他生病了，他不见得要看西医嘛，他看中医。那中医的药里面那个《本草纲目》里面都很清楚，每一种药它都有一个归什么经络。那归经络，它为什么会归到那个经络？就那个中草药它产生的信息的频率，它会去共振那个经络，它才会有效果。比如说我们吃的百合，它都归到肺经；我们吃的莲子是归到心经。
哦，那所以中草药是这样。那我身上没有1000块哦。如果你各位朋友，你打开1000块我们台币，它里面有一个野生的植物，哦，那个又叫阿里山蓟，哦，台湾的讲叫做给角起啦，是哦，给角起。那为什么我们陈国马上掏出1000块？谢谢，好，谢董都用信用卡啦。OK， 不是，你看它这边有一个图片哦，是这个为什么叫那个义山蓟或阿里山蓟？因为最好的这个蓟。它是在比较高的地方，阿里山或义山，它简称叫台湾。为什么1000块它要出现这个？表示它对台湾是很独特、很重要。但是它的用途是什么？它主要的讲用途很多，但在传统民间的是过关。所以我们的那个产品里面如果有提到它会对肝功能有帮助，事实上我们就有把这种植物它天然的这种药气。这种信息，我们把它截取在我们透过陈博独特的技术截取在我们的晶片里面。有那个晶片，再透过我们独有的设备，把这些晶片里面这个气息植入到我们载体，比如说我们水里面某一个粒芯里面就会有。我们一些如果是对肝比较要养生的，我们载到的。那你吃到那个食物，你就等于在吃义山蓟，阿里山蓟，它提供对肝功能的药气，这样的一个思维。对。那为什么？这个就很高深的物理了。它牵涉到所谓每一个基本粒子无时不刻都自旋，它形成一个量子自旋场。那会自旋的东西就是会动，它动就会产生频率跟波长。这个频率跟波长呢？刚好，我们截取的，它会去启动，我们的靶，比如心脏有心脏固定的频率跟波长，肝脏有肝脏，脑有脑，人体的整个都不太一样，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信息就是生物信息，它会归经的经络，药气气息，再加上我们公司原有的独特的远红外线的能量。就形成我们公司产品的一个信息能这3个字的定义。简历说明到这里，谢谢。是哇，所以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当中呢，2位博士跟我们分享了他们怎么样对健康的见解如何，怎么样去养生，而且呢跟我们讲到了信息能。那当然信息能呢，它还有更多深入的运用啦，它的原理啦，还有运用在什么样的产品，我们下一集的节目当中就要带观众朋友好好来了解。那这一集的节目先在这里告一段落，谢谢2位博士，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期待下一集再见喽。